啊！拿！操你妈的，怀孕！拿！三个都东西来抱着小孩，这里是罐头。还有那些东西。3个啊？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都是罐头啊！看看掏了多少东西，大家都看一下啊！都看一下多少掏了多少东西瓶洗发水啊！啊？上次还来我们这里掏了牙膏。抬脸，就这3个。抬脸，听到没有？抬脸。你还怕丢人呐？啊？哎，刚才怎么不没有跟他们出去外面看看外面有没有车？啊！他妈的，这每天过来，他不偷的不少，他每天来偷，终于偷就行了，你看眼你咋接了嘛？你掏出来就行了吧？哎呀，你看，天天来拍个视频了，拍个视频来，视频小视频拍出来，这已经拍着了，下去拍，已经拍着了。要拍小视频，拍那个色秀啊，咱就色秀吧。给他拍摄下回，你不要做色了，你不要色了，来，我从他这去了，来，这去了，来，你拿出来就行了吧？拿出来都行。每天偷，你还嘴硬了你还给我嘴硬了你！他妈的，你看，尖肉，烫！知道你俩你都是公不咋还有？别苹果那都拿在这了。掏不掏？每天偷，他还不是1次2次偷了，注意你很久了已经。知道些喊你好转，你不听，你非得在这来这硬的了。来，直接人家那个堵呢，没有了，好得了，直接报警，他妈的不拘留他，不行。每天来，每天人家都看到了。白拍，全网第一资讯社区，微信搜索“白拍”即可免费进群。